还有吗？可惜第二点啊，也没有人去抢到。哦，看看郜林，打门，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。吴屏锋再打，还有机会，克莱奥再打，球进了，球进了。这就是绝对的能力。3000万先生攻中了他来到中超以后的第一个球，这也是他的第一场中超联赛的比赛。广州恒大在下半时比赛开始还不到3分钟，仅仅2分40秒的时候就改写了场上的比分1-0。这让李章洙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呀。我们刚才说了啊，这个上半场表现，广东恒大队的角球战术效果一般啊，结果下半场第一个角球造成了很大的威胁，连续3脚打门，最终啊由克莱奥这位身价最昂贵的外援啊，用一脚并不是非常有力的这个右脚弓推射，攻破了大连实德队的大门。这是在乱军丛中，克莱